我哋知道教育局每年嘅恆常嘅開支大概1000億啦，咁財爺就講咗要求要減2% 嘅開支，即係20億，去咗邊度啊？全部都係向市民去開刀。究竟有冇評估過嗰個政治影響，或者對於市民嘅觀感係點樣樣呢？我哋落到地區，我相信大家都係聽到震耳欲聾嘅呢，就係好多人去鬧。咁其中好多人去鬧嘅就係話：咦，政府係咪有一個政策分裂症啊？即係唔係人格分裂，係政策分裂喎。一方面咧就鼓勵生育嚇，你每一個仔生咗出嚟咧，獎你2萬蚊。咁跟住教育局咧就做啲咩咧？就每年就 cut 你2500蚊，不特止，去到讀大學嘅時候咧加你價，仲未完，仲要每年咧仲要去殺校添。咁究竟係咪教育局唔配合政府嘅整體鼓勵生育嘅政策咧？其實咧，我係唔同意咧話背道而馳，因為咧我哋正係唔想預知未來，我哋係喺今天我哋要面對社會資源實際點樣讓到我哋香港有一個更好嘅未來，讓家長去即係因為小朋友面對嘅係未來。我哋今天咧，你話將所有嘅資源運用喺今天，大家好似即係需要又用，唔需要亦都用咧，其實唔係對未來最好。咁我睇咧，其實喺我唔同意咧，你話我哋嘅教育咧係令到咧大家唔願意生育。其實從我哋嘅幼稚園開始咧，我哋90%嘅幼稚園係免費嘅半日制，我哋嘅中小學12年免費教育，我哋嘅大學係政府係7%嘅資助，咁咧即係即使咧係加咗學費之後，依然係大幅資助到，即係去到咧係3年後咧，我哋嘅資助依然係接近8.5%至8.6%，咁所以咧我哋係我自己覺得咧，我哋係當然啦，如果可以有更多嘅資源係最好，但係咧我哋面對呢啲當我哋面對財政有挑戰嘅時候，我哋依然係要心存感恩，亦都係要為未來係做負責任嘅決定，同埋咧係讓香港咧係可持續同埋長遠發展。